反攻演习第三天，昨昏伫台北车头进行反恐怖攻击的操演。另外，伫桃园的炼油厂嘛有演练受敌军的攻击。若确诊着新冠肺炎的总统蔡英文，因为伊的镜头较轻，经过医生的评估，伊是专程挂喙罨，按照进前的安排去视察反攻演习。模拟敌军突袭桃园炼油厂，咱的守备部队随增援接战，双方开始攻防。敌军的空中兵就是加强进攻，乌用直升机载敌方的敌战部队直接用锁啊降落来，占领地形要点。国军怕敌军搁应对和炮火拍过的油槽。消防车喷水咧灌救，防止损害的扩大。这摆反攻演习其中一个焦点，就是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。前一天才确诊新冠肺炎的总统蔡英文，因为镜头有较好啊，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，挂喙罨来指导规个演练。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、民生需求息息相关，我们要持续强化各项防护演练，我们一起努力继续提升台湾的耐灾韧性。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演练，阁唔拿伫桃园炼油场尔。另外，伫台北车头2日透早嘛，在做反恐的操演。模拟敌军挟持民众，想要占领台北车头，宪兵和警方是随合作，定策略要安全救出人质。消防组对头互相拢开枪几啊摆，若要咱成功压制敌军，但是伫个车头的地下室则出现敢若炸弹的物件，不破小组随处理。甲这个物件早去户外较空旷的所在，互伊帮，甲咱的交通中心抢转来。因为即届反攻演习有美国的观摩团来台湾，而且互国军意见，现场出现外国人伫演练结束了后，伫现场和军方的高层互动交流，引起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